政府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太阳光电。花莲县的红林某真侪业者，计共是申请30个的开发案。时代力量早起就指出讲，红林光电相关的申请案，面积已经是红林的1/6了。嘛发现讲有业者土地取得有问题，要求县政府就应该严格把关。花莲红林调风农场附近的竹林区，竹林学业结束了后，由成丰光电伫私人土地申请开发66公顷的太阳能光电，树仔风臭气已经让附近居民真烦恼。想袂到即马佫有中租甲利用两间业者进驻。我们虽然支持光电绿能的永续发展，但是2000公顷的开发案却没有任何的环评，让我们在地觉得非常的担忧。为着把关正定的疑虑，时代力量长期伫红林做调查，发现光电申请案开发面积已经超过红林土地1/6，其中利用能源还佫伫台南光电开发案涉嫌土地处置不当，正常背景真惊人，呼吁中央甲地方爱重视。有一些厂商已经发生弊案，像现在的检调已经调查中的地阳能源，更是让民众对于政府发展绿能发生了质疑。花莲县府讲，红林目前申请光电有30多个案，主要是地势、地用甲天储这3间公司，拢还无通过审核。这家公司有送一件县政府其实也是之前也退过希望他能够先取得地方乡镇公所的同意函那他目前又再送一次，那目前乡镇公所是没有表达意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内部也在研议是不是再退时代力量强调讲，利用能源下底有100多间子公司，伫花莲就有7间子公司伫台糖或者是国产署的土地，怀疑土地取得甲背后的资金来源敢是有合法，呼吁检调爱主动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